托大家会当配合。第一就是先拿咱的手机来关做安静，还是震动吼，莫影响到咱的礼拜进行。第二项就是礼拜开始了后，咱就毋通搁甲边仔的朋友讲话吼，那要交陪，咱听候礼拜结束了后，才互相来亲睦交陪。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先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对年头到年尾，你拢保守看顾阮，互阮领受你所赏赐阮10分的平安。我们因为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特别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一主日。阮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清起阮的心肝，互阮的心肝谦卑，亲像马做同款，来迎接主耶稣降临伫阮的心，互阮会当降服伫主耶稣基督所教示阮一切的教训，也纪念伊为阮所做一切救赎的恩典。主啊，阮今仔日要伫圣殿中间，甲主同坐倒，共守圣餐。搁一遍来思考主耶稣基督，伊之所以降生的目的，就是要救赎完全人类。我们要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求主透过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真正会当扩大到阮所听、所明白的朋友身上。所以伫这个圣诞节期，阮也要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求主会当差遣阮每一人，成做一个见证，成做你的车婿，来引带还未明白你的人来求困你。特别伫即礼拜的拜六，阮举办福音大会的活动。主啊，求你会当互阮把握即个机会，引带还未明白你的朋友来到你的面前，透过讲员的分享，互因更较明白真理，以及主你所带来的恩典，也互因会当明白而且深信，甲阮相反领受对你遐来的恩典救赎。我也特别将今早起的礼拜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甲所有服侍同工三甲伫地，互阮伫你的听下面来服侍，充满快乐。透过阮无论献诗、诗会、诗琴、团工信息，也是做圣礼典的服侍，拢会当帮助众兄弟姊妹，将阮的心灵甲诚实表露出来，来得到主你的欢喜。亲爱的主，阮也感谢你，伫111当前，你设立上联教会，互阮伫即个地区定军，立志要成做即个社区、即个社区、即个国家传播福音的一个工具。求主，你甲阮三甲伫地，互阮会当接受你交代阮的使命，尽力做光做盐来荣光你的圣名。阮上时也将阮的国家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带领保守，互所有的百姓伫即个土地顶面安居乐业，互所有伫即个岛屿顶面的教会，拢会当
遵守你交代阮的大使命，尽力做见证，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万民啊，恁拢着拍扑啊，用欢喜的声，大声对上帝欢呼。上主至权的上帝应该受敬畏，伊是大君王，统治全地。请咱做伙来吟诗圣诗第67首。我心俄勒上帝，请咱起立吟。咱这会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力的创造你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信仰，咱的主，你对圣经祷告，对在圣路马里亚出世，你温柔的道理来说话，认识的是爱中的领悟。第三日对象的报道，就你他这里专业的上帝的话语，你的对他的心话当他是啊，发信圣经，建立共同的教会，圣会相通，最下面就给我另外的话名，阿门。请坐。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阮阿爸爸上帝，我们感谢你，伫这个感恩的节期，我们用感谢入你的门，用俄勒入你的院，我们感谢俄勒你的名，因为上主是好，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世代。主啊，伫这个充满动乱的时代。阮众人会当平平安安来到你的殿院来敬拜俄勒你，阮要感谢你的保守。上主，
世界是你造成的，凡事拢有你的业力，凡事拢有定期，天的每一个事物拢有定时。上帝你创造万物，每一项拢照时正做美好，佮将永远的画面放入世间人的中间，总是你，阮无法度测度上主的作为。愿主你，互阮的教会正信徒会通领受看见新的异象，亲像50几年前信仰前辈看见新世代的需求，起造相连大楼。互整个教会扩大境界，开拓时代先锋的时光。照你所应允的，有诶要互伊阁有春。愿你赏赐阮智慧，亲像你赏赐所罗门王同款，互阮有新的看见。通过阮共同的努力，互你的国度紧紧实现伫即个世界。求主你伫即个尾后的日子，将你的灵灌入伫凡有血气的，互阮的儿女会通讲预言，阮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年老的人要做异梦。伫天顶，你要显出奇妙的事；伫地面上，你要显出新约，互凡那求告主的名的，就要得到救。恳求上主你常常甲阮做伙，互阮无抵到摇动，阮的心欢喜，阮的神快乐，阮的肉体也要安然徛起伫仰望中。求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阮，互阮会通得到满足的快乐。阮感谢你，因为你，阮看见你的祝福满满伫阮的中间，你赏赐阮好的先生来引带阮，继续跑走宣扬福音的路程，保守阮的主任牧师身体健康，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困境，拢会通得到你一路保守扶持。愿主你祝福，以带主任牧师的心灵拢得到勇壮，带领正信徒做伙看见对天而来的异象，最新的预望，照主你的心意，扩展你的国度，互上帝国临在伫台湾这个土地。盼望阮成做健康的门徒，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道路，无坐武万人的座位，敢若欢喜耶和华的律法，日思夜想，真做有福气的人。我们亲像一丛树仔，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叶仔也无孤单。阮所做凡事拢顺利，愿阮行得合伫主你的心意，求主随时监察阮的所行，保守阮离开罪恶远远，无抵到得罪上帝。祝福阮每一个家庭拢有满满的平安甲稳定，正做地上的盐，无失去味；世上的光，照光伫阮每一个人的四周围。阮也要用主你所加持的祈祷，三甲彼得讲：阮的天父，阮的名圣，你的名号，你的旨意行，你的心意，阮的心灵好阮，下面阮的国度，请主阮下面有我们的，我的传的喜，下对阮的管理的爱，因我管理你的东西收，来我心，阿门。
多谢咱来启用启文第6篇，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的灵魂静养。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的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这是要请圣乐队带咱做伙来学乐上帝，因要吟的诗歌是耶稣我心喜乐福源。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圣经以弗所书第2章14节到17节。第2章14节，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有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互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敌对，伊废除犹太律法
的界面甲规则，互两边通过伊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互所有的人，包括恁这个已经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圣经以上，今仔日的信息是咱的主牧师、蔡牧师，伊要正道的题目是教会和解的使者第3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分享的题目是和解使者的第3讲。咱伫第1讲有讲到，人因为罪的缘故离开上帝，甲上帝关系破裂。但是上帝主动甲人和解。透过耶稣基督，互咱会当恢复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咱顶礼拜有提起到，也因为安尼，咱若甲别人有冲突的时阵，必须要寻求和解。牧师对圣经中间找出8项，甲别人和解的原则。咱顶礼拜有讲到3项。第1项就是讲，咱先爱反省咱家己，伫甲别人冲突的过程中间，咱敢有错误。第2点就是咱爱设法徛踮伫对方的立场，去了解对方的想法。检查咱若徛踮伫伊的立场，咱有哪会甲伊相款的做法。第3项就是圣经互咱一个原则，就是爱用永远无放弃的疼来赦免。今日牧师要继续这个主题，甲大家分享其他5个原则。伫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充满开力，会当帮助阮重新调整阮的思想甲做法。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细腻来听，会当尽心去做，互你的旨意成就伫阮的中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咱进入第4项，第4项就是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困境，咱甲别人中间有嫌嫌、有冲突、有误解，咱就爱积极去面对，然后主动和解。而咱顶礼拜所读的马太福音书18章15节到17节，咱看见到耶稣基督的教示，伫教会中间，伫咱的团体中间，伫咱甲朋友的中间。如果若发生嫌嫌冲突的时阵，首先你要暗中去找伊，甲伊分享，嘛会当得到伊。若伊毋听，爱找2-3个人去来讲。若伊佫毋听，就交教会，互教会来处理。若伊佫毋听，圣经甲咱讲，咱用亲像耶稣基督咧款待外邦人。甲抽象的同款，迄款无比大的耐心，设法来挽回。虽然顶礼拜所读的经文中间，其实互咱一个真重要的重点，就是拄着甲别人嫌嫌，还是讲冲突的时阵，咱就爱主动积极去面对，赶紧来解决。因为咱伫第1讲的中间有讲过，一旦人甲人发生这个问题的时阵，咱可能头起有冲突点，了后咱就会安那，会甲别人冷战。冷战
双方拢咧听候讲，什么人会当主动来和解？如果你若拄着即款的情形，你毋通怀疑，迄人就是你。你一定要主动去和解。有人因为咱人拢无愿意认输啦，拢无愿意主动和解。但是如果你若无要主动和解，你只有永远受到即款罪捆绑，继续痛苦落去。咱看记着圣经中间牧师第一讲就讲过，人犯错，照你讲人爱认罪，但是上帝风声的听，上帝主动甲人和解，伊透过伊的囝耶稣基督，互咱明白上帝爱咱甲伊阁好，所以咱爱对上帝学习，爱主动甲别人和解。无论你是冒犯人，还是别人冒犯你，你要先采取行动，唔通期待对方，你要踏出第一步，挽回破裂的关系真重要。耶稣来讲一个真重要的假释。耶稣讲，你伫祭坛顶面献礼物的时，就是讲咱去礼拜敬拜的时，咱献祭的时，那想到兄弟姊妹，甲你有协嫌，甲你有怨恨，爱先做一件代志，将礼物放伫坛前，先莫献祭。先去甲兄弟姊妹和好，然后和好了，才来献礼物给上帝。这是咧讲啥？咱爱理解就是讲，伫耶稣的时代，当时阵的人献祭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拢甲家己的罪有关系。咱因为咱的罪，所以咱去献这个赎罪祭，求上帝会当赦免咱。但是耶稣人讲，如果你若想起着，你还阁有未赦免别人，还是讲你甲别人会冲突未和解进前，你要赶紧去甲别人和解，赶紧去赦免别人。先来礼物放咧，为什么？因为咱献礼物、献祭物的缘故是安那？是希望上帝让赦免咱的罪嘛。你既然上帝赦免咱遐尼大的罪，你期待上帝赦免咱遐尼大的罪，但是你对别人的小小冒犯你的，你都唔肯赦免，你该当要求上帝赦免咱遐尼济罪。所以耶稣讲，你礼物先放咧，先去甲别人和好，有一款和好的关系，有修复。即个人甲人中间会协嫌了，你赦免别人，咱较来求上帝也会当赦免咱。所以耶稣爱咱将礼物放来，兄弟姊妹先和睦，安尼咱所献的才能得到上帝的感纳。所以和睦是解决人甲人中间问题上解好的方法。而且咱愿意甲别人和睦，上帝也愿意甲咱保持合宜的关系。所以当人际关系破裂的时阵，爱赶紧定一个好好的计划，千万唔通阁延前落去。毋通讲我要选一个好日子，我要准备好我的心情，还是讲时间会当解决一切，其实袂使，爱愈紧愈好。拖延只会加深彼此中间的怨恨，互代志更较无好。冲突发生的时阵，请大家爱把握时间，赶紧来解决。因为赶紧解决，也当赶紧减轻你精神上的伤害。无解决的冲突，会阻碍咱甲上帝中间合宜的关系。所以，咱一定要马上去处理。伫做和解的时阵，要安怎做？圣经有以下几项提醒。第一项，就是咱去甲别人和解、调解的过程中间，咱要用温柔的话语来处理。圣经同咱讲，
温柔的应答，互受气煞。刺插的话，激起受气。意思是讲话是非常重要。伫解决冲突中间，即个关系过程中间，咱要用咱的智慧，特别咱所讲的话，爱真温柔，因为温柔的回应永远赢过向刺插，所以爱会记住，解决冲突的时阵，你怎样讲，甲你讲啥物，同款重要。同款的话，用无同款的语气讲出来，迄个效果是无同款的。若伫话语中间带刺，这刺早晚会插倒来。所以保罗安尼甲咱讲，误会言语一句嘛袂当讲出嘴，只有随时讲造就人的话，互听见的人得到利益。这是提醒咱讲话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咱要甲别人和解的时阵。第六项，有一件代志嘛，爱提醒大家。伫现实上，咱拢有即款的经验。有时咱甲别人发生的冲突，虽然这个问题是根本就无法度解决。有一寡代志造成冲突，其实毋是啥物人对，啥物人毋对，只是双方的立场无共款，有无共款的观点。所以咱要建立一个关系，好好是看重关系，解决是要解决问题。当咱重视好好的时阵，问题就比较毋是遐尼重要。检测有一寡问题永远无法度解决，无法度解决彼此中间的差异，但是咱依然会通建立好的关系。特别做耶稣基督的温度，咱依然会通对一寡代志有无共款的看法，无共款的意见，但是却袂当用互人厌恶的态度来表达。上帝爱咱合一，毋是爱咱统一。会通有无共款的看法，但是咱也有共同的目标。虽然是安尼讲，但是这毋是讲叫咱一定爱放弃解决问题。检测咱会当因为好好，但是咱会当继续讨论，甚至辩论。但是必须要伫平和的心境下面来进行。问题检测永远无法度解决，但是咱的关系会当和谐，这就是咱追求共同的目标。所以咱爱有这款的观点，好好赢过解决问题。第七项，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这是因为咱是软弱的罪人，所以咱好好要靠咱家己的血气，靠咱的本性是非常困难。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开力，咱才有办法放落一切，甲别人和好。拄则所读的经文，安尼讲，基督亲自将和平赏赐予咱。伊互犹太人甲外邦人合作一，用家己身躯塞倒遐的，互因互相对敌，互因分裂的墙。犹太人甲外邦人传统中间，因的中间就是起做一个墙。咱对几项即个代志，咱会当真清楚。比如讲对圣殿的设计，圣殿中间伊分做过来无共款的区域，有一个所在叫做外邦人院，就是外邦人会当去到遐。但是外邦人院甲犹太人院就是讲男院甲女院中间有隔一道墙，迄道墙真高那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外邦人袂当超过这个墙进入犹太人会当去的所在。那安尼做的时阵，
根据犹太律法会当来处死。所以犹太人甲外邦人中间就是隔即道墙啦。较偏激的即个犹太人，甚至因会在咧祈祷的时阵，因会安尼祈祷讲：感谢主无将因创造做牛啦、羊啦，这动物以及外邦人。因为因认为外邦人是甲救恩无分的，甚至有人认为讲外邦人为什么上帝要创造外邦人？是因为迄地下的火要烧吼，爱有材料啦，所以咱这外邦人拢爱迄落去内底烧。所以这是较偏激的犹太人。所以因为即款的观念，因甲外邦人中间就有一个隔离，有一道墙。但是保罗讲，耶稣基督透过伊所做的奉献，互咱知即道墙已经被伊拆开。咱看见保罗安尼讲，这就是十字架顶的死。基督终止了这种对敌的精势，这就是十字架，互两边成做一体，会当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来的目的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互所有的人，包含外邦人甲犹太人。所以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顶的死，来显明上帝的疼。上帝伊爱咱合一，无爱咱分离。无爱咱冲突，伊爱咱会当和平斗阵，共同创造上帝意爱的美丽新世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人甲人中间彼此的怨恨，是因为罪的缘故。耶稣基督的受死，互人的罪会当除去，会当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甲其他人自然而然会当保持好的关系。这就是圣经中间所讲救恩所带来的力量。可能有人会甲我讲牧师啊，圣经讲的拢真有道理，你传讲的信息嘛听起来拢对，但是我就是做袂到。牧师要互大家了解，用咱家己的本性，用咱的血气。当然无法度成就这一切，爱上帝开力。所以咱若要中间甲别人的关系，要弥补人甲中间所产生的隔离，根基就是在地耶稣基督。若无耶稣基督的疼，这拢无可能。因为咱拢无要食亏嘛，咱的本性就是无爱输，无爱认错。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妈妈有真好的信仰，伊为着要帮助伊两个囡仔，会当照信仰的教示来行，所以有一天就做一个真好食的点心，要做一份了叫伊两个囡仔来，伊讲这点心也一份尔，恁想若耶稣的时阵会安怎来分配？迄个大汉的就举手讲，伊知。伊讲，如果是耶稣的时阵耶稣一定会让互伊的兄弟食。妈妈做下伊讲，哇，这大兄安尼信仰教育做了袂歹。但是过无偌久，这大兄答应小弟讲，小弟啊，今仔日做耶稣。咱拢无要做耶稣啦，咱拢仰望别人做耶稣。让别人为咱牺牲，这就是咱的本性。所以，仰望耶稣基督的疼，搁一遍来改变咱。请大家爱了解，咱等下要伫主的面前用手圣餐，甲主同坐倒。我毋知大家每一遍是用什么款的心情咧，甲主同坐倒。当咱甲主同地时，咱咧食迄个饼、啉迄个杯的时阵，咱来真知这就是耶稣基督为咱牺牲的上帝。
伊是无罪的人，却为着咱牺牲伊本身，为着要挽回咱甲上帝中间一种和好的关系。既然上帝当互伊的囝耶稣为咱做即款的牺牲，减讲别人得罪咱淡薄，咱连赦免别人即种亏咱嘛无。如果若无，你着挖靠耶稣的疼，包容对方，这是咱爱学习的功课。所以，咱要甲别人好好进前，咱来做一个祈祷，咱爱对上帝讲：主耶稣，因为你捌为阮死伫十字架顶，所以我会当终止甲别人对敌的关系。阮深信，你是阮甲人中间和谐关系唯一的根基。阮是遐尼软弱，由你来帮助我。我相信你若做这个祈祷了，上帝加添咱气力，互咱会当甲别人更好的气力。最后一项，就是咱来理解。耶稣基督讲，促进和平的人，我呢也有福气。上帝要称因做囝儿甲查某囝。咱既然自称咱是上帝的囝，是上帝的查某囝，咱有一个真重要的象征，就是咱是一个促进和平的人，毋是引起纷争的人。咱毋单单爱家己甲别人和睦，咱也爱伫冲突的所在带来和平。愿上帝真正帮助咱，成做实实在在以和平的囝。有一遍，我参加一个牧师的活动，阮是咧做一个进修，就是讲学习讲道学。有一个退休的神学教授，伊讲一篇讲道片吼，若会当感动牧师娘，安尼就是一个成功的讲道片吼。但是迄个时阵，我是安尼认为，我讲其实上界成功的讲道片，就是一个会当试听讲道者家己的讲道片。伫我服侍过程中间，我个性其实是比较温和，真少甲人冲突，但是嘛有控制袂牢软弱的时阵。我记10几年前，我有一遍。甲伫南部咧服侍时阵，甲一个同工发生争执。其实今仔想起来是一件真小的代志，真小的代志。但是因为迄个时阵性地控制袂牢，所以就两个人发生冲突。但是发生了，其实我的内心是非常痛苦。做一个牧师，个性嘛无甲其他人讲心情的有一个对象会当讲。感谢上帝，互我伫灵修的时阵，上帝亲自医治我。圣经的话亲自感动我，试听我，催迫我去和解。我心内安尼想，我讲，如果我只是会晓讲道，但是若无行袂出来我所讲的，安尼信徒是要安怎看我？特别是甲我冲突的这人安怎看我？更较严重的是上帝安怎看我？一方面叫人爱赦免别人，一个方面叫人爱甲别人更好，但是家己却甲别人发生争执，无法度更好。所以我就是伫一个拜六，我就拍电话打这个同工，圣灵外测我来对伊讲，讲我做一个牧师，无应该发脾气，无应该对伊讲遐个话。我真心向伊道歉，由伊会当原谅我。无想到我来讲了，迄个同工，我会当伫迄电话迄边，感觉已经咧流目屎啊。伊讲牧师你安尼讲，我真正毋知影面对你。即件代志本来
双方都拢毋对，伊感觉伊毋对较济，但是我愿意主动甲伊和解。伊讲安尼即件代志就当作从来毋捌发生过。然后阮两个做一个祈祷了后，我将电话放来。迄个时阵，我的心头好亲像一块石头放落来，因为我知影我第二天徛踮伫讲台讲道的时阵，我会当问心无愧，宣讲所有上帝爱我宣讲的信息。亲爱兄弟姊妹，亲像我遮尔软弱的人，拢做会到。我相信恁嘛一定做会到。咱如果甲咱的兄弟有协嫌，甲咱的亲人朋友有冲突的时阵，赶紧去和解。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刺插阮的心，求主帮助阮修正伫阮人生过程中间所犯的过错。阮伫冲突的过程中间，加做和平之主，也落和平的经济。阮伫每一个时刻，拢会当时常反省阮所做，会当修正，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互阮也得到利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这位来吟圣诗217首，想要迄暝救主耶稣，咱准备心来领受圣餐，请起立。
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是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就是接受过圣灵洗礼加更新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享受主的圣餐。主耶稣捌讲稳定的话，伊安尼讲：恁既若着我担重担，着就问我，我要互恁安息。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伫主耶稣受人卖迄一暝，有提饼。作下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你要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听的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提饼祝谢，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现在阮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恳求你。找肯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列伫你的面前的葡萄汁甲饼，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衬，会当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互阮持续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通荣耀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恁拍破的，恁着伸出恁恭敬的双手来迎接这个恩典。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加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个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加安尼来纪念伊。恭敬的心来迎接这个杯，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着咱所流出的。
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日啉的时，就惊安尼来少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恩惠，甲各位三甲弟弟，咱同心来感谢。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甲你同坐道，领受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我的食物。也互阮知，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是阮的主啊，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他了后，日日用阮的性命来荣光你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继续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疼。让咱起立做伙来祈祷。
阮阿爸爸上帝伫即个大江的节期，阮要准备家己来迎接救主耶稣的降临。愿阮用包容甲世人和平的心来见证上主的大疼痛。愿主的救赎来变换阮，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阮所领受的恩典无限，就将阮本身献伫你的面前，成做芳芳的祭。愿你感纳，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下面咱有几点的报告。第一项，本主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咱有点到第几个紫色的蜡烛，称作先知的蜡烛。先知以赛亚预言主耶稣的降生，要号名叫做以马内利，意思是上帝甲咱同在。要为苦难的世代带来盼望，所以这支蜡烛代表的是盼望。耶稣基督的降生带予咱无限的光明甲盼望，互咱伫这个大江的节期，透过读经、祈祷，逐日甲主相同行，深思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用咱的性命来为主来发光，传主福音。欢迎兄弟用周报内面所夹的圣诞节庆活动的单张，做来关心甲带导，邀请你的好朋友、无道友来参加。第二点，本主日是总会所定关怀艾滋的主日。呼吁兄弟共同关怀艾滋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所有事工，提醒大家共同防治艾滋的使命甲责任。有一项报告是咱的圣诞福音大会，伫本礼拜六12月7日下晡1点开放互报道。1点开始开放入场吼，伫16礼拜堂，讲师是张文亮教授，讲题是圣诞的疼，爱是永不止息。全讲了后，请各小组照日常照当日公告的教室参加小组享受地点迄日无报名临时参加的，无准备地点，但是有缘欢迎会后留步来参加小组的分享。具体关怀，本会会友张正泰弟兄、林慧珠姐妹的翁婿。伫11月28日安孝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第二点，本会会友廖灿成弟兄，伊是南区中和区，伫11月28日安孝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这是要请最牧师来欢迎来宾。
大家平安。毋知咱中间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伫遮牧师佫特别大家提醒咱拜六特别举行咱的福音大会的活动。特别是咱有写提名伫即个生命树顶面的遮的咱的朋友吼，咱会积极起来邀请吼，嘛讲因会当来参加。若袂当来，不要紧，咱圣诞节也有真侪活动吼，咱有写伫即个咱的即个周报内底的家业内底吼。咱选着适合的活动邀请因来参与。希望咱即个圣诞的节期会当变做一个传福音的节期吼，宣教的节期。咱共同也为着遮个代志来祈祷，愿上帝亲自成全。以上报告。咱起立来念线会诗，神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共受差遣。